再来看高雄市后一届才要出来选市长，再度引起着讨论。立委柯志佳参加一场的餐会，讲无排除要来参选高雄市长。目前民进党内已经表态要参选市长的有林岱华，以及3连败的立委赖瑞良。另外，这个立委黄捷是陈水扁前总统预言会选市长的热门的人选。那国民党这边后一届可能阁是瓜子温出来选。瓜子温讲，民进党内已经提早来开战，都互因的内部先战一阵嘛，就过来讲。没了，那什么时候宣布？时机成熟再说吧。立委柯志佳参加餐会，证人挺意宣布参选高雄市长，伊是笑笑回应，口气中的信息，互人当作是讲要参选啦。民意如果有个参考依据，那如果是我们的机会比较大，那当然我们就会宣布参选。2026高雄市长的人选已经开始布局，民进党立委林岱华已经表态要参选。那全国上少年的立委黄捷上节目的时嘛，互陈水扁前总统来预言讲是2026高雄市长上清的人选。快则这2026最慢呢，在8年之后的2034年。你是高雄市市长上届热门的人选之一啦。我真的有太多东西要学了，这么远的事情，我现在是想都不敢想。上要来接手的，但期迈市长是安尼回应。高雄市就只有我不能选哈，那我相信每个都很优秀啦。那国民党立委瓜子温，互人看作是代表拿赢参选2026高雄市长的人选。所以我想，不管谁出来打，只是打法不一样而已，让他们自己先打一顿再说吧。瓜子温嘛表示，不管啥人来选，拢是可战，做好家己的工课，嘛会承担应该有的责任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